今日我哋訪問嘅係舞動系的苗栗演總常先生講民秀，常先生好。主持人好，還有各位鄉親大家好。我想我當然我還唔做演總吼，因為其實唔係複雜啊，雖然係苗栗人，不過我想拍戲當然會感覺好奇啦吼。複雜做啊好好嘅啊，也係做到動歌嘅一個職務嘅，侬想講愛來落成都一個地方嘅設計。我相信商人哈一定要存有好心哈，所以講不管佢去做社會嘅事情咯，公益；做政府嘅事情都善政哈。但是講你發現到講政治方面，很多人做唔對嘅事情，個人發現到講很多人為了從政，再同老百姓講轉來，唔係講平常做一步一腳印。我雖然學習，但係我15年來都苗栗社區太好，為了社區嘅教育、終身學習、個公民社會推動哈。係當認真、當用心都做，所以講學習有兩種，一個是講可能係象牙塔之內的哈，一種係真係都行到社會幫助社會進步嘅學習。我想係也15年來都苗栗做嘅事情，也一度向前有了解到。唔係講有地方政治全部做元素唔係對應人哈，係講有種生態唔係一對，因為講政黨派內莊腳、黑道、個也金權哈。那種財團全部強下聯合起來，變成一個共犯的結果。所以講，雖然講有人才哈，但有人才應該要到結果地位哈。佢用按呢方式來掌握政權，佢用按呢事情來做幾家個人的事情、政黨的事情、派內的事情，唔係講全民的事情。所以一種結構本身對苗栗的發展唔係好事情，所以我就要跳出來打破一種結構。唔即係要講我講除了講想改變也規個結構，其實也睇起來係非常困難的一個工作吼。除了講唔想要去改變也個結構，因為唔係按嚟想，你無論你自家力量一些如何會跳出來，因為跳出來本身如何一個理念嘅。咁除了也個以外，唔要咁講苗栗，唔傾向要提出的政見，唔傾向要改革的，也算講建設的係乜嘅？那主要來看呢，發出講哈，因為人民哈是來講一道想法，人民因為平常不按呢結果當定落去哈，佢當到想法佢表達唔出來，所以講佢先佢嘅嘢佢有權利，現辦佢都冇權利咧。所以人哋民主不做唔得講做營業的民主，人家民主做唔得講做營業先培嘅民主，應該講當業有事情做得較較共商共決。所以講一方面唔擔心講建設。好，也唔擔心話發展會有乜問題。假使講，喺政府打開來，同人民得到信用，好用人民的力量入來，好得到人民的支持。要政府做當好的事情，唔是講平常好走透透添，平常行得看透透，讓政府透明化，讓人民信用入到政府，個較較強下來，好嚟做事情。公務員也有尊嚴，人民也得到幸福，呢種係基本的主張。喺我哋所聽到客家一部分，其實苗栗有65，差唔多65，甚至係個多嘅行業。唔講愛本大家地唔係客家莊，其實唔是，因為大家地也偏係客家莊。啊，唔過地方好多人係有幾多同客家有關嘅法通啊，一啲東西。唔見家你觀察感覺講，苗栗係會做客家文化語言相關嘅政策，係有乜嘅應該要改變，也想要加強嘅嘛？因為最重要的部分哈，唔單單政府來做哈，家庭要來做哈。一方面呢，話做用家庭了解到講文化承傳，使得講家庭係第一個最重要嘅一面哈。個社區較較嚇，唔單止講平常做按嚟跳舞哈，了得事哈。因為人都苗栗，我也社區跳長期以來哈，個課程地方當到按嘅課程就講，佢表示佢寓教於樂。佢表面去舞蹈啦，哈，冇做講去跳舞啦，要做其他嘅哈，比如講美甲的哈。但其實過程地方佢客家文化、個客家語言的承傳，全部都表落去嘅。一方面唔做考察我哋課程地方哈，我哋欣賞當有經驗，只要承傳客家文化、客家語言，佢作為寓教於樂，佢用其他嘅課程、專業課程哈嚟帶通，也要從社區個教育角度嚟做。個要政府嚟做嘅話，哈，應該要政策方面要有一個太架構哈，做一種多元文化，好，過一種族群的一種哈相互學習。啊，人家都見下嚟寫呢歌場嗬，下一擺係有人們唔講，家有學者們唔講，我係有按你嘅想法，唔會鼓勵也來參加嘛。
这当然要鼓励啊哈，因为讲也唔咱那讲素人政治的问题哈，一种係代表讲人家學習，人家研究嘅學問，願意同世界同人民來對話冇，願意貢獻下世界冇，哈，因為講你貢獻世界嘅話，哈，做唔得講幾年就強到向壓他地步，你當好嘅想法應該要分享俾啊其他人民，嗰個你知道講有啥有不公不義嘅事情嘅話，應該跳出來。咁講地方按照發展的方向願景唔對頭嘅落去，應該嚟嚇尋找嚇同人民結合起來，來改變一種困境。如果安尼做下來，冇感覺講後悔安尼？從來冇過，我只知道講得到按多人的鄉親，個按多教師嚇，按多專家，個按多朋友嘅支持嚇，啊感覺學習當多，個係知道講人人都過當願意，嚇感覺對人生雖然講嚇。同台北個身份係有當態嘅差別嚇，但係講有種做法地方裏面，我感覺講一三年嚇，佢嘢我想當然做問自己一個問題就講，我做了解日本世界、本自家土地、本自家家鄉乜嘅遺產冇嚇，所以一方面我就當然就得到按當好嘅鼓勵就講，按做完嘅事情係對嘅事情，就繼續做下去，所以我呢個我就做到當心安，好個當感謝。啊，你即個人講素人嘛，你嘅優勢係乜嘅？我優勢係冇，我做講較知道講有按嘅理念嚇，有按嘅願景嚇，較認同按嘅理念願景，即係我哋教人嚇，一樣嚟向下嚟結合起來。我所以我最大嘅優勢就講，唔係講啊，我自己要多睇學問，個我要當睇讓睇理想，我都講，我知道講我當幸運得到當到鄉親嚇。佢願意跳下來支持人，啊來協助人，來讓人學習，這樣係最大優勢。